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由澳門音樂促進健康研究學會主辦的音樂回響銘記歷史音樂療癒工作坊，於5月24日晚7時半在新橋工聯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澳門音樂促進健康研究學會會長羅光輝表示，學會成立2年來，始終秉持精簡有效、從環保出發的宗旨，堅持不收取會員費，資源全憑自籌。今晚我們透過音樂重溫歷史，感悟當下，更盼以療癒之聲展望未來。中國傳統文化精髓，自古應用於調和身心，唯現代醫學對此關注不足。是次工作坊結合傳統五音療癒理論與現代科技，探討音樂在緩解患者焦慮、疼痛及提升生活質量方面的實證作用，呼籲各界重視音樂療癒的非藥物治療潛力，尤其在腫瘤治療領域，未來需加強研究，為患者開拓更多希望。活動特設音樂療癒體驗環節，以合唱、民歌及經典歌曲交織出歷史與和平的樂章。參與者透過沉浸式互動，感受音樂對心靈的深層撫慰。